有分析認為，市場對美國科技行業高估值作重新評估，預料美股將會調整，會促使資金持續流向其他市場。人工智能晶片製造商 NVIDIA 輝達上季盈利同收入都好過市場預期，但毛利率就略差於預期。管理層更加預告，今個年度第一季毛利率將會進一步下滑，股價喺收市後交易時段回落超過1%。事實上，中國人工智能模型 DeepSeek 深度求索推出，市場對於美國高資本投入嘅科技行業重新估算。舊年帶動美股屢創新高嘅美股七雄，今年以嚟相繼陷入調整。由舊年12月高位至今，呢7隻重磅股市值已經合計蒸發14,000億美元，資金流出美股，轉投其他市場。美銀話，隨住美國科技股調整，以及歐洲、內地同港股表現優於美股，科技股作為美股火車頭嘅作用將會動搖。相較美股而言，更加傾向推薦其他地區嘅股票。特別中港股市之前嘅預期好低啦，即係對於個信心唔係咁好嘅時候，而家有咗一個新嘅主題。咁 DeepSeek 係對於我諗而家現階段嚟講啦，即係呢種科技嘅領先，其實我諗係對於好多一啲公司啦，即係會唔會話喺 AI 啊方面嘅投放啊、資金嘅投放啊係會加速啦。咁呢一樣嘢其實係會帶動到即係整體嘅增長。歐洲呢個亦都一樣嘅。咁大家而家最憧憬嘅主題就係會唔會可以停火？美股基本面係咪轉變咗咧？唔係嘅。咁但係催化劑相對其他市場嚟講咧，係喺短期裏邊咧係少咗嘅。摩根大通行政總裁戴蒙早前已經話，美股資產價格過高，已經出現過熱嘅跡象。股神巴菲特旗下嘅投資旗艦巴郡，過去多個季度持續沽售美股套現，現時持有現金已經超過3340億美元，相當於26,000億港元。《華爾街日報》引述分析話，巴郡嘅投資組合變化反映巴菲特認為目前美股特別係大型優質企業嘅估值過高，難以帶嚟預期嘅回報。而現時標普500指數已經偏高，預測市盈率超過22倍，高於過去10年平均18.6倍。無線電視記者盧佩欣報道。